有请我们的代言人乔晶晶。我们晶晶这1个多月啊，真的是什么都没干啊，也没拍戏，也没有参加其他的活动，都是为了王者这个事儿呢，勤学苦练啊。是，晶晶老师辛苦。那我们就期待晶晶老师的发挥。加油。哟，邱总，真不好意思，忽然来了个微信，我们郭总有个朋友来看比赛，我得去安排一下。这样，等会儿让丽丽直接带你去贵宾室看比赛，好不好？行，没事，好，你先忙啊。行，好，晶晶，那等会儿见啊。哎，一会儿见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 QG Happy。生而无畏，战至终章。我们再次欢迎飞牛、妖刀、项羽、刺痛、许诺。乔老师，职业战队差不多入场完毕，已经坐到观众席了，咱们可以去后场了。好，走吧，加油！加油！来，这边请。好的，我们的5位幸运观众已经在舞台上准备就位了。接下来，请各位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我们的代言人乔晶晶。欢迎晶晶。主持人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者荣耀代言人乔晶晶。哇，你看我们代言人的粉丝真的是太热情了。想问一下晶晶老师，这应该是第一次来我们场馆吧？对，哎，这次来就要打比赛，会不会有点紧张？我从来都不紧张啊？我的队友可能会比较紧张。我们这些大场面就是稳，那必须的。那我觉得他们现在都很紧张了。其实现在啊，还不确定你的队友会是谁。没关系啊，跟大家介绍下规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通过抽签来决定到底谁会成为你的队友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还请依次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花间一壶酒，段位是王者荣耀最强王者21星，现在是王者荣耀的一名游戏主播。然后我想说的是，我真的不是暗箱，我真的是被他们抽中的，谢谢。这个我保证啊，确实是抽中的啊，非常的幸运。啊，我也要说。大家好，我的 ID 是我有好几个 ID， 我都要说吗？而且我都还没有关添加好友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乔晶晶，今天我的职业是王者荣耀的代言人，我的段位是最强王者15星。哇，15星啊，那非常高了。想问一下，那平时最喜欢玩什么英雄，站在什么位置？我听说在这个舞台上说什么就会被ban什么，所以别问，问就是英雄海。哦，套路不到，我们代言人很懂啊。好，那既然大家都已经介绍完毕了，下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队伍的分配啊。你看，像我们的这个晶晶，还有我们的主播老师，2位都是最强王者，那肯定不能在一队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工作人员。